中华艺术科技大学创校53周年的校庆典礼，7号上午伫该校演艺厅来举行，包括立委王定宇、全国校友会会长、家长会以及前校长林素宏、曾信超，各级的民意代表拢前来祝贺。校长孙益明致辞时，除了欢迎各界贵宾的莅临，另外嘛分享学校办校的成果。53岁的中华医大，在扎实的脚步，一步一步的向前迈进。我们的努力，相信各界有目共睹。从早期的筚路蓝缕，到如今拥有12栋校舍、3个学院、19个系科，这是校务发展最好的证明。再来，我还是要谈谈我们学校学生的表现，我们的软实力。本校毕业生强化他的实务技能，缩短学用落差，毕业生就业率高居全国第5，台南市第1。我们为了让学生有多元的发展，具备斜杠专长，我们独步全国，全面开放双主修，学生有意愿用功努力学习，就可以取得2张不同学系的毕业证书。另外，在我们主推的国家考试方面，我们也培育了很多表现亮眼的明星学生。就因为学校办校的绩效好，中华医大董事长郑启瑞嘛代表董事会来宣布，响应政府的政策，每年全体教职人员将调薪4%的好消息。在各位的加持和指导之下，华医能够更茁壮。那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有的招生都有遇到一些困难。校长讲，我们也算是持股多1年，这都是我们全体老师的功劳。那这个礼拜3的董事会，我们已经决议跟着我们国家的加薪4%。伫个庆祝会中，学校嘛特别颁发110年杰出的校友当选证书，总共有9位得主，以及3位年轻的新秀，分别得到华医之光甲华医新锐讲座肯定。另外，现场嘛分别颁发服务满30档、20档甲10档的教职人员感谢状。其中，为了让经济弱势的家庭学生会用安心来就学，学校嘛设置了弱势助学的基金。现场嘛有受助的学生代表向社会大众的捐款人来献花感谢，场面温馨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